到萬家麗商場，長沙最大嘅商場，好似話行3日3夜都行唔晒嘅，超震撼，超巨大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Jo， 今集呢，同大家快閃長沙萬家麗商場。商場最特別呢，就係喺11樓嗰度呢，係集合咗好多文化同埋藝術展館。今次就同大家簡單咁行一圈。此次回春殿下推出的3款禮盒分別是王朝禮盒、流金歲月至尊禮盒、龍騰盛世禮盒。有咩活動啊？呢度？活phong美圖，仿佛穿越歷史的長河，將有着上千年歷史。只有帝王貴族能享用的珍貴檳榔，待到此刻萬里同歡染，且享1000元本店高端檳榔，傳統與高端的完美融合，全是禮贈啊，至臻境界。接下來，禮盒使用玫瑰金底色，彰顯尊貴身份，採用回春殿下高端品牌及經典王牌產品1000果，所有果子均採用海南秋鮮果，顆顆人工精選，高端嫩果，限時限量供應，果腹肉食，或者沒發售時，即刻睇下呢個商場有咩行先。真係超大間，人流都好多。咦，係咪喺度咯？夠時間，夠時間，好夠時間。大陸係提前15分鐘點結嘅，所以20分鐘。啊，望下呢度先啊！哇！買雜色咯，都弄到了。犀利！成棟嘢都係商場嚟，超誇張，超犀利。呢樣有華為手機冇。
喺呢度冇嘢睇咯喎，金鋪嚟嘅。去哪？我边往前去嘛。送我個麼啊？3樓就係時裝。那个是当天给你们炒的。嗯。第一街舞。咦，真係人跳緊喎，有細路跳緊。高級啲嘢食。喂，型喎！好似嗰啲動作。九龍城寨。哦，搞得好。咁雜揭开一下，也是很新款。大媽，大媽。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。这边衣服啊，这件衬衣都有的。你好，青芒便利。看一下青芒便利。我哋喺邊度食嘢？係啊。食嘢啫。正添啊！幾樓食嘢啊？哇威啊！呢個威威。其實呢啲商場咧，應該係似係幾十年前嗰啲啱啱開放，佢有種懷舊嘅氣息。呢度繞場一周，全部都係園林景色。幾十年前望呢係幾有詩情畫意，依家有啲老土啦。咁啊，行入去一個亭度睇下先。
哦，呢個孟加麗廣場，到此一遊。